全部为霹雳。迈入第5届空山节正式登场，由霹雳布袋戏利用两客山拿地景，打造开幕专场，吸引一个观众前来感受不同款的技术响应。我们在这几年来感受到有很多挑战，然后跟很多要跨越的过程，所以明年台南400的时候呢，我们感觉到过去呢有很多旧的东西都会被提出来，那我们就有点像是觉得这些东西就像是小火苗一样，那为的就是我们希望在新的阶段可以复燃。今年的主题是龙火于境。展出的17件作品，拢是以火坎灵为主轴。策展单位第一次挑战入口就是艺术，用艺术家所创作的光梦龙作为展览入口。那我们就觉得说，二地的地形呢，就像是火山龙一样，它们有点像是沉浮在这个地表上已经很久了。所以，不但有小火苗的元素，也有龙的元素。那甚至是它们身上的鳞片呢，我们用了火龙果这个意象。展场的亮点之一是来自南韩的艺术家，结合透明聚酯纤维、荧光线所创作的大型装置龙火瀑布。观者甲作品互动的时阵，会当体验龙岩瀑布的感觉。今年很多作品都是有点像是来回的互动，还有传声的作品，然后也有可能会在经过某一个作品看到未来的人、未来的观众要走出展场这样子，所以很多之间的作品都是有互相联动的。策展团队也邀请在地居民甲学童创作重生龙之3部曲，透过画图、海废料、灯光装置。将龙徛甲关庙的在地特色融入作品，完成2只龙为造型主体的多媒体技术。空山祭这几年下来，这5年今年是第5年下来，已经让在全国各地已经打出它自己的品牌。那虽然它是一个售票的一个灯会但是它因为它的景色太美丽，又跟依照着这个自然的一个地势。然后作为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空山祭，让台南变得非常漂亮。今年因应2024台湾灯会提早来登场，一路展出到明年的2月18号。为了维持活动品质，也是采用售票形式，欢迎民众踊跃来支持，鼓励更加多在地艺术家来创作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